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阿山，欢迎收看6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长赖清德日前针对台南房屋税将伫明年度起1.2倍的消息提出号令，强调绝对袂有任何一户起到1.2倍。对此，议员谢龙介上午再次提出质询，要求市长公布房屋税的调整率。针对台南市房屋税将要起到1.2倍，并且伫明年度开征的传闻，市长赖清德日前伫议会接受质询时，强调绝对袂有任何一户达到1.2倍。对此，议员谢龙介上午伫议事厅再次质询市长，到底是调整偌济，要求市长明确表示。120%，叫人戆对你去陪望啊！讲人这市长就讲无要起啊，你甘会无天？讲我讲你要起120%，恁较发一个新闻稿，无啦，平均无到120%，无平均无120%，是几趴啦？是啦吼，几趴啦？几趴？都未，我都也唔知咧。你唔知，会开了啊，无要搁开，6月30要公告，你唔知？你是问平均咧？你是问平均咧？就我了解，无迄个平均。好啦，无平均啦，最悬120%无啦。嘛无迄个最悬120%啦，有100%无啦。就详细甲社会报告，这个目前也唔知嘛。市长赖清德表示，房屋税的调整是国家的政策，其他县市也是依法调整。而到底起偌济倍，最后的公文也未送到伊的手中，所以现在也无法度知影。等待详细的讨论了后，再甲社会报告。台湾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丰富的历史文化吸引游客来遮观光。对此，议员区里里建议文化局串联中西区的历史古迹，成为博物馆园区，并且对巷弄做完善的规划，让游客会当用行路的方式认识台南。台南中西区有真侪重要的历史古迹，包括孔庙、地方法院、甲台南文学馆等等。议员区里里建议文化局串联这寡历史建筑，思考成立博物馆园区的可能性，让游客来到这会当用行路散步的方式漫游台南。结合孔庙，还有我们未来市立美术馆到赤坎楼，我们整个把它以前我们就叫孔庙文化园区、赤坎文化园区，后来又多了一个什么那个。非常多也是叠床架屋的文化园区，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西区所有这些结合起来，统称叫博物馆区？这个所谓的博物馆园区，的确在这一带，在我们所谓的孔庙，包括地方法院，包括台湾文学馆等等，的确是我们日治时期最重要的一些相关建筑，包括清末时期，对。其实是密度最高的，那做成一个所谓的生态博物馆的群的概念，其实是符合的。另外，台86线的开通，扮演台南发展的重要角色之一。对此，议员区里里督促市府赶紧开发南区盐埕段、商巴国有地去因招商。南区的盐城段商巴有金华区大片的国有土地，当时咱的国产署有讲要提出来招商。那后来好像是因为分署跟总署对开发的条件有意见，所以虽然他在当年103年他就说要拿出来公开招标，但是后来好像是到现在只闻楼梯响，不问人下来。对此，经发局表示，商巴这块土地在今年来一定会来办理招商。台湾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针对市府推动英语成为第2官方语言的政策，议员陈培雅呼吁教育单位要更加彻底落实，唔通只有限制伫课本的教学。另外，伊也要求社会局运用活动中心作为长期照顾使用进程，要先甲里长进行沟通。议员陈培雅指出，有消息传出活动中心要转型做长期甲日间照护中心，有里长烦恼真侪活动的举办可能会受到限制。议员借着市政总质询自由发言的时间，向社会局提出质询。因为一寡活动中心事实会当
长照那个一些长者，好嘛，我刚刚人讲哦，能够让那个老人家在那边用餐，能够好好的照顾，因为咱有长照福利中心没有那么普及。那各区的每个地方的老人蛮多的，而且我们台南市是高龄化的，也是吗？对不对？长照是在整个定居在活动中心，还是不能办其他活动，还是它是某个活动中心的角落？它可以多元，其实咱活动中心还是多元的运用。所以讲咱袂讲像咱的关怀据点，咱这中辈伊嘛是继续来遮使用因的活动的使用嘛是继续。只是讲，咱用一个关怀据点会用这个供餐，会用提供这长辈这送餐、供餐的这样子的服务。另外，议员关心台南市推动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政策，为去年到大推动的成果。认为既然已经推动，那安尼就应该爱彻底落实。因此建议在寒暑假期间，邀请大学生，也就是国际的志工，到学校实际甲学生英语对话。咱有外国志工来到咱台南市，特别邀请来咱台湾做志工，来咱台南市做志工，还有大学的学生也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是。那如果在寒暑假能够推动到这个模型的学习，不是更好吗？对此，教育局回应，寒暑假营队的活动早就已经开始办理，离未来将会继续努力。台新闻郑山、张伟忠采访报道。过去一般人听到法院拍卖的厝，拢会想讲无法度先看厝的状况，烦恼买到无好的厝，所以唔敢来买。这次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首创带民众看厝，增加民众对法院拍卖厝的信心。这间位伫东区中下路巷仔内的法拍屋，是头一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的人员亲自带领民众前来看厝的物件。虽然厝已经有34栋，但附近交通机能良好，加上环境清幽，一透早就吸引了济民众前来参观。因也学到这款开放参观法拍屋的做法真好，会当互因更加明确的掌握到拍卖介绍的过程。不错，是可以看里面，因为之前法拍的话，它不能看里面嘛，所以就是说也不晓得它格局长得怎样，对。因为公寓的部分最主要就是看这个地点跟里面的格局，对。这次可以让你进来看，你觉得？不错，如果说以后法拍屋都可以进来看的话，应该是很好。就是比较有保障，不然你一般法拍你不能进来看，那你风险自己要，那现在还可以进来看，差很多。你们是网络上看到的吗？看公告，对，网络上看到消息。好，今天看的这一间，觉得就以这间来讲，觉得怎么样？地点是不错，可能就是比较旧一点，还更新。如果是有中网，可能要自己花点钱。这个还要评估啊。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让这款优质的服务上路，就是希望让民众投票投甲更加安心。拍屋民众都没有办法进去，看它的屋况，还有它的那个里面有没有一些坏掉、损坏的情形。那我们台南分署为了创新，为了服务民众，那首创这个带民众进去法拍屋入内去看的一个制度，让民众要投标的时候，他可以放心大胆的投标，不会说因为他投标之后进去到房屋才发现说房屋里面的情形。是可能有损坏或者是其他不好的情形，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民众投标，让他投标投得安心，能够放大胆的去投标，让他的那个能够有受到保障。这个物件预计将伫6月23号进行第一届的公开拍卖，底价大约是227万。甲附近同款厝况的中古厝介绍290万做比较，相对较俗。民众若是要参观，嘛是会当联络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迎接将要来到的暑假，台南饭店业者特别选择饭店的阳台，打造一条长250米、大人囡仔拢会当坐的爱嘟嘟小火车，要让大小朋友拢会当伫饭店内面坐火车。而且除了小火车以外，也推出各种小朋友的体验活动，挑战全台上好耍的亲子旅馆。爱嘟嘟列车，随着鸣笛声的响起，我们的合一爱嘟嘟列车正式的启航。这台特别的小火车是饭店业者为了要让更加多大小朋友会当有特别的亲子回忆，所特别打造的。进前长度只有20米，经过业者加长，即马足足有250米长。坐一大人大概要5分钟，中途会经过隧道、水池、赛车道等等的景观，也好这家长甲小朋友拢耍甲笑嗨嗨。好不好玩？好玩。有没有坐过这火车？有。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妈妈为什么要带小朋友来这边？暑假到了呀，好要增进那个亲子的活动、亲子的关系。目前在台南这边的这个火车的轨道总长度大约是在250米左右。它目前可以承载的人数是大人10个，小朋友可以达到15个。但真正的它可以带到差不多25个大人，但限于说安全问题，所以才把它打造成在差不多10个人左右。目前在台湾这边也是唯一的一场，还可以是真的，以前都没有人这样做过的。在半空中，在半空中的没有啦。就算在地面上的以饭店这一个区块来讲，合一这边也是首创。到目前都没有，而且这个火车目前在台湾也真的很少，因为它需要很大的土地面积。除了特别的小火车以外，业者也提供小朋友一定爱耍的电动车、手做的劳作课程等等，户外甲室内活动拢有。业者也表示，未来会推出更加多亲子活动。台南馆原本就非常的诉求，然后也非常专心的在做这个我们南区这个亲子市场。那所以从一开幕到现在，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一直增加很多的亲子设备包括室内室外。那今年从这个 Q3 开始，我想陆陆续续大家都还是会再看到一些比较实际真的我们在操作的一些亲子活动，还有这个资源上的这个运用那不管是 Q3 还是 Q4， 我们还是很期待就是再展现更新的亲子活动给大家跟市场来看。为了迎接将要来到的暑假旺季，业者也推出9宫格1点活动，透过参加饭店的各种活动，1点连线，地当摕到小礼物，并且参加抽奖，和大小朋友拢会当一届耍完所有的设施，留下美好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自细汉就画图天分的柯武忠，自法院退休了后，就开始学习水墨画以及社区的油画等等。这次特别准备了40多本为少年到现在的作品，希望透过作品当中充满正气的人物，和社会更加和谐。这画工真有路的作品，拢是艺术家柯武忠老师的创作。伊自细汉就展现画图的天分。近200素描拢是伊家己无师自通的创作。伫退休之后，更加甲艺术名家蔡楚如学画。伊特别喜意画充满正气的人物，比如观音、钟馗、关公等等。希望互看展的民众会当感受到这人物的正气，互这个社会更加和谐。这一幅画也是20多年前了。端午节的时候，我开始焚香来敬会钟馗先生。刚开始我的这一幅作品，原来是我们的庭长他要求说钟馗提伞拿灯但是我把这幅画稿之后送给老师看，
老师建议我，这一把伞不要钟馗本身来持着，由他的部属来给他护伞，安尼所以为了我有给老师看讲，哇，这把气势还好，气势袂歹，利用咱生活美学馆这个好的所在展出我这世人所有的精华，希望大家会当来给我参观指教，但是我能力有限，年岁也有我70多岁但是为我一个宗教的性质，期待这社会会当和谐，我的作品虽然无好，望大家会当来参观指教。这届展出的40多个作品，不只有各种的新名人像，也有过去农村生活的作品。画展将展到29号，所有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长期关心老大人的华山基金会，其中台南中西区爱心田赛站，为97年5月展开服务，到今已经8档。为了感谢在地企业甲侪善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上午进行纪念8周年大会，也将侪附近的老大人做伙同欢，场面温馨。位伫咧小小巷弄内，台南市中西区的爱心天赛站，至今已经服务中西区的长者8档了。为着要感谢在地企业甲侪善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上午举办8周年纪念大会。邀请接受服务的侪长者做伙同欢。站长表示，因这区服务66位老大年人，但长期的技工煞只有2名，人力相当不足。希望民众会当踊跃加入照顾老宝贝行列。今天是我们华山基金会中西站建站8周年纪念茶会，现场有许多的贵宾来临支持我们今天的纪念茶会的活动。那还有我们现场中央的我们服务的长辈，还有我们现场支持我们活动的义工朋友们。大澳中西站8周年至今有服务目前66位长辈，那长期到宅的义工就只有2位，所以想在此呼吁社会大众可以加入我们华山基金会中西站长期到宅义工的服务伙伴。那报名专线是06200062，那联络人是我苏站长，感谢大家，谢谢。对着华山基金会这样用心的陪伴，这寡长辈拢感觉非常满意。敢有去恁厝内甲你看？有哦。拢找你开讲安尼吼？嘿啊，我会鸟会啊，对，甲你亲近下，袂歹啊，足好啊。现场也特别安排了专业的师傅替长辈掠人放轻松，同时也有免费义诊服务。因也希望这届大会会当号召较侪在地企业甲善心人士做伙来守护弱势长者。来，小姐，好欢喜，好来耶！台联新闻网早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